而家好流行都會加入一啲特定嘅群組，譬如生意人群組啦、marketing 群組啦，或者一啲嘅行家群組等等。加入呢啲群組嘅目的，除咗係識人啦、攞資訊之外，去到最尾咧都係想做生意，同埋咧有機會建立一啲潛在嘅合作關係㗎。1531係代表啲咩呢？譬如我加入一個500人嘅群組咁樣啦，10% 嘅人咧會認得你，或者係咧見到你真人嘅時候會嗌得出你嘅名。5% 咧就係咧同你建立信任。Steve 咧應該係呢方面嘅專家啦，呢方面咧應該可以幫到手啦。3% 嘅人咧會同你有一個買賣嘅關係，而1% 咧就可以建立一個真正嘅合作啦。你可能就會問啦，3% 同1% 嘅分別喺邊度呢？3% 就係咧只係單純地做買賣嘅啫。可能我見到你嘅課程都幾好喎，咁啱我有需求，價錢又合理嘅話，咪試下咯。咁但係咧可能只不過係一個 one-off 單次性嘅買賣嘅啫。咁但係呢1% 嘅人咧就可以建立一個深度而長遠嘅合作關係啦。咁唔知大家對於呢個1531嘅理解又如何呢？又是否喺你嘅群組裏邊可以順利咧建立得到3% 嘅買賣啦，同埋1% 嘅真合作關係呢？